继续来看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版本的同婚专法的草案。民进党团本地就打算要让同婚法跳过第一读，直接来进入到二读，但是引发到国民党团的不满，野摆啊抗议。伫咧场外冒反同婚的团体来抗议，最后民进党发动加急动员，让同婚法直接进二读。同性婚姻违反公投，行政院渎职。 反同婚团体幸福盟伫立法院外口抗议行政院版的同婚法草案违反公投民意，国民党甲亲民党毛立委表态反对。我们党团已经超过了20位联署了，我在党团里面还会寻求其他委员的联署。必须要好好的广纳社会大众的意见，而不是用这种仓促急就章、强横式的来让它过。 行政院长苏贞昌为了这个法案，特别提早到立法院，甲大家说明。给人家空间，就是给自己空间。希望大家包容不同，希望大家和善对待。诚信正义，大家福气，大家福气。表决前，国民党团伫立法院野摆啊抗议，要求停诉正义。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逕付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 民进党早就发动加急动员，表决的结果青顶较近，专案送入议会，直接到二通，后来就进入1个月协商的冷冻期。恐惊伫立法院完成3读进程，要有真济变数。